台湾母语文体甲文字对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建议。台湾母语就是原住民族语、客语甲台语。原住民族语属南岛语系，毋是汉语，所摆无汉字通写，这是常识。若是台语、客语，虽讲大部分是汉语，但是有透纳真侪非汉语的词类，无法度全部用汉字写，这嘛是同人知。总是因为中国化教育的关系，足侪人惯是用汉字，真爱用汉字。拄着无汉字通写的语词，就发明汉字来写。字书恶摇变爱玉，满煞目变煞目鱼，乌鸡桑变乌鸡桑，乌脸变乌脸。安尼毋若走音走意，嘛袂当斗搭表现台湾母语的本质。阁有采用真侪罕得看到的汉字，范围超出教育部公布的常用甲次常用汉字6000字，亲像起、交、落、单、规等等，罕见个笔画侪，真歹写。这款情形会加添学生学习困难，减少学习意愿。更较无合理的，创造真侪怪奇的汉字，甚至连电脑嘛无得找。搁再讲，后摆会有足侪有经济价值的台湾母语文化产品，亲像歌曲、戏剧、电影、诗文、网页、特定 game、桌游，甚至 AI、人工智慧等。毋那简单要互台湾人爽用欣赏，嘛会当互包含中国甲东南亚侪外国人享受。考虑顶头所讲的事项，咱要建议：一、汉字尽量限制12年国教用字范围，上好是无超过2000字。安尼对学生要学、台湾人要读，甲外国人要欣赏较有帮助。二、考虑台湾母语多元来源甲内容，承认多文字文体的书写必要，包含单纯写汉字、全部写罗马字、汉字南罗马字做伙写3款文体。三、尊重台湾人名姓权。因准用台湾母语写个人名姓，包含身份证甲护照，亲像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尤加达安尼，新加坡甲香港拢是安尼做。四、对认白话字的文字地位。过去150年来，白话字替台湾人保留母语，建立台湾母语的传统文化，出版足侪宗教、文学、医学等书面资料。全世界研究台湾母语的学者拢有在使用白话字文献，通讲是世界性的文献。转型正义当然应该有白话字的份。五、比较过去华语教学编写罗马字台湾母语手册，像甲波波猫安尼。先教10礼拜50节课的罗马字，过来才开始教汉字。六、比较客家基本法第11条甲原住民族基本法第9条，成立政府出钱的行政法人国家语言发展中心。